青州舊夢，太皮。青州的州字是有三點水的啊。趙阿姨指着盧伯之剛寫下的一行字說：午後，慵懶的太陽像蝴蝶，從茂密的枝葉間揮灑下來，一隻、兩隻、10多隻爬滿趙阿姨與盧伯之的身上。盧伯之疑惑地抬眼望趙阿姨，將作業本上沒有三點水的州字擦去，改寫成周。他坐在家門前的矮凳上，一張摺凳當着桌子，作業本放在前面。隔壁士多老闆娘趙阿姨坐在旁邊，一邊撥動手中葵扇，一邊看他做作業。那是1980年的青州坊木屋區。木屋區像一隻賴皮狗，伸着舌頭喘氣，周圍籠罩着一股熱騰騰的氣息。在比較開闊的第7街上，一班女孩在玩跳飛機。10歲的盧伯之心思有時不在功課上，偷眼看住對面屋的李嘉怡，那個用紅色繩結繫着雙邊的小女孩。趙阿姨雙眼含笑，撫摸一下盧伯之的頭髮。他50歲了，總有一種時光飛快流逝的感覺。經歷過戰爭、動亂和饑荒，最後他安頓在澳門青州坊的木屋區裏。他喜歡那裏的洪荒感覺，淳樸、落後，卻又與城市和現代那麼接近。他的士多出售各式雜物，但有一種東西他不售賣，火柴。他賣香煙，不賣火柴。盧伯之依稀記得趙阿姨說過，她的丈夫姓陳，名青州，這才是她住在青州的原因吧。長輩說的故事，有時前言不搭後語，他是理解的。那麼多年以來，趙阿姨時常哼着一支曲子，曲調柔慢溫軟。她說，她自己也不知道曲子的名字，只說是在中學時在一個舞會上聽來的。那個舞會上，她與丈夫結識，那曲調一直伴隨着盧伯之成長。在未來的歲月裏，無論經歷怎樣的傷心失意，只要那曲子的旋律在腦裏響起，趙阿姨一邊用雞毛撣子清理貨物上的塵埃，一邊哼曲的背影就會出現在她眼前，她便充滿了暖意。盧伯之曾經詢問趙阿姨她丈夫的事，她說她丈夫在戰爭中被日本人殺害了，她本深信不疑。後來讀歷史才知道，第2次世界大戰早在1945年結束。那時她才5歲，又怎會有丈夫呢？盧伯之不懂，但他也不打算搞清楚。他只記得趙阿姨50歲仍然那麼美麗，美得不像人類。她是那種不會老的女人吧？文章基本到此為止了，只要我再交代一下，趙阿姨在青州坊過着平凡的生活，
而盧博茲隨父母舉家移民外國，就可成為一篇像樣的散文了。也是啊，一個在外地經歷歲月洗禮後，定居在青州木屋區的中年婦女，有一點故事是很正常的。她之前的人生既然無從細知，她往後的人生又都平平淡淡，像青州那些平凡的碎麻石地一樣，也像那午後慵懶的陽光一樣，再沒故事可言。而那個在木屋區出生成長的少兒，往後人生也許多姿多彩，那也是很正常的。但缺乏了故事所必須的戲劇衝突和難以逆料的命運等因素，也不具備特別值得記敘的地方。然而，在那個慵懶下午的30年後，發生了很離奇的一幕，我認為還是應該記下來。如此一來，這篇文章又可稱作小說了。30年後的2010年12月，因為要興建公屋，青州坊木屋區幾乎被拆清光了。靠近河沿新市大馬路的一邊，還剩下幾間木屋，一輛挖泥機正在推倒其中一間，噼里啪啦，輕而易舉。不遠處一陣騷動，一班不知哪來的暴徒正毆打一個不願遷走的青州居民，得手後打人者作了受散。未幾，記者聞風而至，訪問被打者的感受。那青州居民說：變了，木屋是根據住戶意願或按被迫遷的先後而安排拆卸次序的。其時餘下的木屋中間，剛好騰出了一塊小空地，可以看到原先存在花樣各異的地磚和樁腳。一隻壁虎匍匐在一個角落，像有家歸不得似的，呆呆地望着聚集在那裏的一些人。那些人有的舉着照相機拍攝頹垣敗瓦，有的拿着筆抄寫什麼，有的則用手機自拍。黃昏，一個10多歲的長髮美少女來到了那小空地上，也不理會其他人的詫異目光。她捧起手中的小提琴，先試了音準，然後便開始拉奏一支曲子，樂聲飄渺，令人陶醉，像依依的舊夢。曾經，我們都在海堤上吹風，而螃蟹已被魚吃了。慢慢地，那些還在收拾東西的青州坊街坊，已經離開青州坊而回來看望故園的居民、記者、農友、被打者、打人者、社會活動家、時事評論員、不相干的人、4隻狗、3隻貓以及一隻壁虎，都被這個氣質高雅的美少女吸引過來了。大家陶醉於她精彩的，像河流淌過一塊恐龍化石一樣的演奏中。挖泥機仍在推倒木屋，只是聲音仿佛
變得更小心翼翼了。美少女一連演奏了半小時，天慢慢變得湛藍，星星湧現。這時路邊來了一輛貨車，眾人望去，只見幾個工人利用運輸工具將一台鋼琴搬到空地上，還在周邊擺放和掛起了火水燈。一個溫文爾雅的中年人，領着7、8個拿着小號、中提琴和單簧管等樂器的年輕人，來到空地與美少女一起各就各位。除中年人和美少女外，其他人都是洋人面孔。中年人坐在鋼琴前，揚起右手，向年輕人示意，開始演奏起一支小型的鋼琴協奏曲。他一邊彈鋼琴，一邊偷眼張望，好像想尋找一個人，一個失落在時間洪流裏的人。也許已經80歲的趙阿姨正在收拾士多裏所剩無幾的東西，聽到有人拉小提琴，而覺得很奇怪。這時聽到鋼琴協奏曲，更覺驚異。那不是60多年前她與丈夫相遇時聽到過的那支曲子嗎？怎會那麼神似了？她丟下手上東西，伛僂着身子，小跑着來到人群外面，推開眾人，擠進去，見到幾個穿得甚為得體的人在傾情演奏，這與四周環境極不協調的畫面，不禁令他詫異。望向彈鋼琴的那個人，心下暗碎，這人怎會那麼面善？啊，難道那是15歲就離開了青州，移民外國的小博？盧博茲也看到趙阿姨了，他微微一笑，閉上眼，似是放下心頭大石般專心彈奏。他在美國成為出色的音樂家，這次帶樂團來澳門參加演出，得知青州科木屋區將永遠在世上消失，便打算回到這片養育他的土地去演奏一支曲，算是一種社區參與的悼念方式，也懷着渺茫的心願，希望重遇那個不會老的趙阿姨。現在他彈奏的樂曲旋律便是來自趙阿姨經常哼的那支曲子，他將之名為《青州舊夢》，名字很老土，像水泡餅的造型。此時大家都被音樂陶醉了，渾然不覺身後的挖泥機仍在拆卸木屋，甚至連那代表着毀滅的噪音都聽不到了。星星很漂亮，不知是否錯覺，大家都覺得星星閃耀着五顏六色的光芒。趙阿姨走到空地上，樂隊的中間，抬起手來，微微蹲下，做了一個行禮的動作，竟慢慢跳起舞來。她跳的是華爾茲，就像有個看不見的人跟她共舞似的。她步履敏捷輕盈，舞姿優美曼妙，隨音樂轉動腰肢，煞是好看。
大家越來越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。他們竟看到趙阿姨隨着舞步而變得年輕，每跳一步就年輕1歲。她的阿婆衫像舊布一樣慢慢崩裂破碎，漸漸露出了她那10多20歲的健美身體，美豔不可方物。她雖毫不羞怯，眾人卻不敢逼視。一舞記筆，一陣毫光從她身體湧現出來，撲的一聲，她向天空飛去，消失不見了。音樂戛然而止，砰的一聲巨響，趙阿姨的士多鋪忽然倒塌。與此同時，挖泥機亦推倒了最後一間木屋，於是青州坊木屋永遠從世上消失，應該說是物理上消失了。盧博茲默然地站起身，喃喃笑道：我就知道那旋律不應來自人間。